手功夫利剑。6岁开始接触，李桂文30-40年的劈竹经验，果真硬底子。这一根根竹片要做成竹门帘，工序还繁复得很。这个竹子美就是要原来的那个节层次表现出来，机器下去全部都没有了，没有那种竹子的层次了，就像一只棍子一样。没得妥协，从挑竹、剖片、刨皮，再到编织彩绘，全数靠手工。身手矫健如他，也得花上大把时间。剖的时候还是要照原来的方式编号剖开了以后还是要再编号，还要编号，编的把整片在，就像一个竹子把它剖开摊开那种感觉。失之毫厘，差之千里，下刀力道拿捏靠经验。竹片得编号，按原有弧度重组，编织时手劲更要扎实，才能做出完全密合的精品。在细微处用心，是李桂文未曾改变的执着。像这样子，我们这种身手一下子就觉得肩膀很痛，因为一直在出力，对不对？肩头很痛哦，这工作真的不轻松哎。肩头很痛哦，要头颅很硬的。这工作不轻松。曾经客家三合院家家户户都用竹门帘，看得出看不尽的特性，可防宵小，奸挡蚊虫。但如今早被窗帘取代。李桂文承袭自老父亲的技艺，也面临后继无人的窘境。以前差不多1个月要买1次，1个月可以用掉200把，现在1个月1把。传统技艺会成为绝响，李桂文不甘心地努力着，做别人不肯做的事，更愿意倾囊相授，不愿意让这项技艺在他手中消逝凋零。剪条含通鹅，压条路含硬掉。剪条含通鹅，压条路含硬掉。